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依家就同大家介紹返西門子嘅嵌入式洗衣乾衣機嘅使用同埋保養方法。呢部洗衣乾衣機嘅淨洗衣量有8公斤，淨乾衣量有5公斤，16個程序，4個嘅額外功能，另外亦都有自動清潔冷凝器功能。外觀方面，左手邊就係洗滌格，中間呢就係主要嘅洗衣程序同埋乾衣程序，右手邊就係顯示屏同埋一啲額外功能，可以俾用家去選擇或者調整一啲數值嘅。接住落嚟就係主要程序嘅介紹。棉質衣物洗程，洗量去到最高嘅8公斤，適合棉質同埋內洗衣物。一般衣物量較多嘅時候呢，非常之適合使用嘅。棉質節能洗，洗量都去到8公斤，適合棉質同埋內洗嘅衣物，比較節能嘅洗程嚟嘅。衣物種類較多嘅時候，可以使用 mix 混合衣物洗程，洗量都去到8公斤，適合合成纖維嘅衣物。纖幼絲質衣物洗程，適合可以喺洗衣機洗嘅纖幼衣物，例如絲質、雪紡呢啲衫，洗量可以去到2公斤。輕柔衣物 Easy Care 洗程，洗量有4公斤，適合一啲合成纖維嘅衣物，例如運動衫或者泳衣等。需要有高衛生效果嘅時候，可以用熱控除菌 Hygiene Air 洗程，洗量有4公斤，實驗證明有效去除細菌同埋致敏原。需要後續再過水同埋脫水嘅衣物，可以使用呢個獨立過水同埋脫水洗程。清潔洗衣桶 Drum Clean 功能係一個保持滾筒衛生同埋清潔無水嘅程序嚟嘅，最少1個月運行一次。需要再做脫水嘅衣物，可以用脫水排水程序。當需要清潔一啲可以喺洗衣機洗嘅羊毛製衣物嘅時候，可以選擇呢個羊毛衣物污洗程。需要清潔一啲薄被或者冷氣被嘅時候，可以用薄被洗程，洗量有2公斤。當需要清洗一啲床鋪、被套、枕頭袋嘅時候，建議大家使用防蚊除菌65度洗程，有效去除塵蟎等致敏原。超快洗15分鐘洗程，適合清洗一啲新買返嚟或者只有輕度污漬嘅衣物。喺獨立嘅乾衣程序方面，輕柔控乾適合一啲較纖幼同埋唔耐高溫嘅衣物，而特強控乾程序適合一啲耐高溫嘅衣物，例如棉質衣物等。如果用家希望洗完衫之後會自動進入控乾程序嘅話，可以揀咗你想要嘅洗衣程序先，然之後再揀返你所需嘅控乾程度，一共有3個，有加強控乾、普通控乾同埋燙燙控乾嘅。咁選擇埋控乾程度之後呢，我哋直接撳 Start 掣呢，咁洗衣乾衣機呢就會將你啲衫洗完之後呢，自動進入控乾程序，幫你控乾啲衫㗎喇。記憶功能可以儲存一個常用嘅程序喺呢個位置。咁首先我哋可以選擇一個洗程同埋附加功能，然之後撳住 Spin Speed 脫水轉速3秒，便會自動儲存。下次需要嘅時候，只可以拎去 Memory 呢個位置就可以用返㗎喇。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一啲附加功能。預設完成時間，用家可以設定一個程序嘅完成時間，可以預設1至24個小時之後先完成。溫度選擇方面，水溫可以選擇由凍水至到90度，一般情況建議使用40度去清洗。脫水轉速可以由唔脫水至到1400轉脫水，如需要後續乾衣嘅話呢，建議使用高脫水嘅轉速啦。用家亦都可以用兒童安全鎖鎖住控制面板，防止意外更改設定。用法好簡單。撳住溫度同埋脫水轉速就可以上鎖同埋解鎖㗎喇。關於注意同埋保養事項方面，洗完衫之後記得打翻開機門，散走殘餘嘅濕氣。
洗完衫之後記得抹返家邊嘅積水。最少1個月用一次清潔洗衣桶嘅程序洗機一次，確保衛生。開機之前記得確保係冇衫夾住機門同埋家邊之間。請定期檢查排水泵有冇被阻塞。如果洗衣機出現錯誤碼嘅時候，可以檢查一下以下嘅列表。例如出現 E10同埋水龍頭燈着咗嘅時候，就代表入唔到水，可以檢查一下水龍頭有冇開到。出現 CL 嘅時候，就代表兒童安全鎖可能已經啟動咗，可以將佢熄咗佢。出現 E21嘅時候，可以檢查一下排水泵有冇塞到。如果錯誤碼出現 E21嘅時候，就係提醒返用家，麻煩請檢查返排水泵有冇塞到。咁以下就會講解一下點樣處理嘅。檢查之前呢，我哋首先斷開咗個電源先啦，然之後用毛巾墊喺洗衣機嘅底部，拎出條排水軟喉，打開嗰個活塞，準備一個器皿，將膠喉向下排出滾筒內嘅積水。完成好之後，我哋塞返好個活塞。再逆時針擰開排水泵嘅蓋，清理一啲阻塞物。大家可能會見到一啲衫紐啊、紙巾啊，咁清咗佢就得㗎啦。清理好雜物之後，我哋還原返原狀，再重新開機試一下就 OK 㗎啦。